讲到这总统登记参选时间就伫要到啊，哪边敢有要来合作的？国民党侯友宜是昨搁再提出建议双方重新协商，公开9份民调专庭直播。不过这民众党是唔接受的。今嘛国民党就直接讲，袂也唔一句话，但瓜分得48点钟。另外，民众党今仔也公布不分区立委的提名名单，黄珊珊排第1，也那黄国昌是排第2。柯市长，你到底要不要？一句话。袂话一句话，要求直接来对决。拜5岁总统登记参选一届日期，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，却是继续徛伫遐。侯友宜利益建议双方重新倒来协商，公开检视9份民调，专程直播。不过民众党无答应，国民党是质疑当初9份民调内底，其中有3份对先放一边，变做排毒。但是谁让它变成了宗旨？我们应该在演绎的，为什么现在没有下文呢？而不是撸几次，讲清楚是比较重要的。当初就是没有讲清楚，所以才需要去撸。其实科学就是科学，同样的数据不会有不同的结果。现在又要重新再做计算，等于重新来过。其实也是当天晚上5个半小时，那我们不晓得到底在做什么。国民党甲民众党继续化为黄珊珊下晡4点的代替瓜分铁到中山会领表，外界解读双方强行合作的判决，理想款伫今日领表要有伊。今天我就是来领表，然后把该做的程序就做好。那也在这里代表郭台铭先生，谢谢大家的关心，谢谢。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派大陪副手赖佩霞到中山会领表，是不是表示参选到底？因被将做西卡杜的局面补上赖清德。对此，瓜文铁证实早起有甲郭台铭见面，也知影伊去领表，更加讲美国也关心在亚整合。美国方面也有问我说台湾是一个充满惊奇的岛屿，还有2天不要紧张。如果你真的把下架民进党当作 top one priority， 那应该怎么组合，应该怎么选，你不知道吗？是毋是敢若选歌后陪选项？瓜文铁讲合作就是找上强的组合。原来民众党离公布部分区立委提名名单，总共34人。台北市前副市长黄珊珊第1，前立委黄国昌排名第2。另外，民进党部分台北市立委参选人早起也进行联合登记。台湾在这个当下是经不起纷乱，更经不起试验，必须要有经验，而且充满历练的。经验的这个候选人才有办法成功的带领台湾继续稳健的前进。党主席赖清德到场座顶发出拍一支全雷达，80转条，目标国会过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